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昨去中国参加阅兵，今日阁和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见面，不过那也强调这是伊个人的行为。政府鼓励结婚生囝社会主体摕1100万付出来，要做婚育主体，6岁以下囡仔的家庭通住12年。台中北屯有民众骑奥托摆不办换工厂的工程挡路，就甲塑胶笋踢倒，怪手司机就甲这机器手骨挡伫咧奥托摆头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4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昨去到中国参加阅兵，今仔日呢有和这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来会面。国民党强调讲，这是洪秀柱伊的个人活动，莫违法，拢尊重。那立委会时表示讲，洪秀柱之前捌做过立法院的副院长，甘算是这两化条例立管的范围内，是爱由这立法院进行调查甲认定。伫北京天安门城楼坐，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出席中共九三阅兵，坐伫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张高丽后壁，周围拢是中共副高级官员。国民党抗日老兵代表。中央官媒公布的出席阅兵，台湾同胞名单13人，头一个就是洪秀柱。根据了解，一家人初时下晡甲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会面。国民党讲这是洪秀柱个人活动，只要莫违法，拢尊重。立委会表示，洪秀柱有前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是毋是属有两化条例第9至3条立管范围，必须要由原任职的机关，也就是立法院进行调查甲认定。我们在这边也呼吁，然后如果立法院愿意来提起这样的一个调查的话，那么我们政府的各部门还有我们的陆委会一定会全力配合依法行政哦。要吊唁国家英灵哦，不需要特别飞到北京啊，不需要特别去跟侵略者站在一起。但是这届也是有10外个台湾艺人转发用时阅兵的大文，包括苏琪、吴康仁、伊玲晶、吴基良、欧阳娜娜甲郝慧莹是错过第一时间转发，不过到尾嘛拢有答。立委会认定相关的大文无答案线，不过嘛点出文字拢有设计过。央视大概提供他们几种模板，并没有所谓的贬低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地位，他也没有去宣扬说要用武力解决两岸问题，打了一个擦边球。那我们会再进行了解跟研究。因为转发的艺人比起演过明显减少，立委会认为代表政府进前的警告约谈行动有淡薄仔作用，搁再声明袂使牢记中华民国主权地位，无赞同武力解决两化问题，这是政府上基本的2条底线。记者采访报道。中共呢9月初3办这阅兵典礼，东港罗西亚总统普京要来，想要到这麦克有收音，有收到这普京和习近平讲话内容，因是咧讨论这器官移植，还有终生不老的话题。中国初3举行日前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大典，中央电视台直播现场画面，外界除了看到盛大的阅兵仪式加各种武器，搁意外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加罗西亚总统普京无细字外流的一段谈话。透过影片会当看到，习近平为中心的各国领袖行向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场地，习近平两边分别是普京加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现场麦克有录到习近平加普京透过翻译的对话。人类的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所来出现一个远景画面，当时听到习近平的回应。本世纪呢，可能未来可以活到150岁。普京尾仔回答记者的问答，证实有这段对话。Да, это, по-моему, мы когда шли на парад,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об этом говорил. Ну да, значит, эту тему в свое время господин Берлускони развивал активно. Ну да, современные. 习近平甲普京讲到终生不老议题，好亲像嘛呼应两个领导人对长期掌权展现的企图心。2018年，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普京嘛修改6个的法律，两个人拢为长期执政伫铺路。中国93阅兵典礼，和中俄北韩3领导人公开做阵。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大文讲话伫口说，透过这3个领导人当伫强暴对抗美国。初3川普伫北京甲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伊真清楚这个画面背后的意义。
But I understood the reason they were doing it, and they were hoping I was watching, and I was watching. 川普嘛表示，甲习近平交情真好，只是认为习近平应该在演讲中提起对中国帮助真济的美国制度。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讲到这届中国阅兵呢，因有甲真济武器摕出来互看。不过，这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伊就强调讲，美军无伫咧惊，有材料来反制。另外，有学者分析讲，咱国军正咧落实去中心化的指挥管理，互官兵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中共93阅兵展军事实力，其中展示歼35热装战机，甲美军比拼的意思真重。共军公开战略核武，唔但恐吓台湾在内的印太地区国家，也威胁美国本土。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强势回应，强调美军无咧惊，展出 B-21热装轰炸机、F-47第六代战机两大王牌加共军比冠机。path with our modernization efforts, and I'll point to the F-47 and B-21 as being a couple of keys. The takeaway for this is we are not deterre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y ahead of the challenges. We will continue to find ways to advance our capabilities. 美国印太司令帕马罗去夏威夷出席日前将战纪念活动，讲到美军最高职责是合作侵略，让必须一战会以压倒性优势得到胜利。美军也头一届伫日本部署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队操作系统，反制中共的无人机威胁。另外一方面，美军点出国军的问题，将 AIT 武官扑向分析，国军前线部队因过等高层下令这行动反应的速度无够，恐惊影响战场的准确率，建议参考美军拍落就走，让官兵有自主判断的能力。对这代志，国军伫今年的汉光演习，严正去中心化指管，强化官兵情报收集，也个有独立作战的能力。有自主的情报收集手段，这就包括各种无人机。另外就是让他能够有独立从事作战的能力，就是你必须要加强他的防空跟反装甲，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在特定的区域里面去独当一面。国军爱基层官兵作战的时阵变较主动，大量采购军用双轨无人机，结合标称飞弹、刺针飞弹等单兵操作武器。学者认为，透过调整训练，有助国军连接现代化部队。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伫今仔日公布4项基础政策，其中一项就是甲社会主体摕11000户来做这婚育主体，有6岁以下的囡仔这家庭呢，停好带12年。另外也扩大这租金补贴范围，结婚是加 1.5倍，若生一个囡仔呢，搁再加 0.5倍。目的就是要鼓励民众结婚生囝，相关的政策会投入269亿。30岁陈小姐去年才拄结婚，伊甲翁婿2个人拢是上班族，保证伫新北市税厝，干那8平大的小套房，逐个月的租金都爱万外，也无包括水电、家私、三顿，甲其他的生活开销。保证翁某2个人共同的目标，就是拍拼欠钱买厝，暂时也无考虑要生囡仔。除了住之外，像劳动环境啊，然后还有整体的可能因为物资就是每一年都在涨，但是我们的薪水也都没有涨了，那没有办法给他最好的情况之下，我可能会先暂时考虑就是缓一缓，然后继续存钱。其实，类似陈小姐这款的拄啊结婚的翁仔某也有真侪。为着鼓励少年人甲结婚愿意生，行政院公布青年婚育税厝协助方案，其中包括社会体会释出2成作为婚育体，互有0到6岁囡仔的家庭，会当大满12年，有计今年底进前会释出1000户，未来3年内会阁释出1万户，伫补助代管社会体部分，有未成年子女也是新婚家庭提供育儿安全设施补助，当年上悬6000。在婚育宅的部分，我们会在今年度就会释出1000户，那在2026到2028，未来会释出1万户的社会住宅来提供给青年婚育宅来使用。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我们为了要鼓励结婚育儿的话，新婚加码50%，每多生1胎再多加码50%。内政部强调，9月底会提出租赁条例修法，包括保障3年租期、小额租金起伏，袂当超过当季房租指数年增率。那厝头家技术厝卡申请租金补贴加刷入户籍会修法。另外，税厝若有相关纠纷，政府会免费提供调解。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行政院初时通过这药检留一停薪照顾有存救的方案，未来药检留停有30天，会当一天来请假，爸母加起来拢总有60天。若这家庭照顾者也会当用点钟来请假。除了如工以外呢，这军公教也适用，按算明年1月初1开始施行。若讲到这民间团体是建议讲，会当参考外国，把这药检留停的时间延长到囡仔8岁为止。工课流和家庭两边做伙无用，都是大部分上班族的生活。有在做工课的妈妈施小姐就讲，真正在食品业做工课，都捌看过同事因为带囡仔留一停薪的困境。人情压力上面，那我也会去想说。哇！如果我之后有小孩的话，那等于好像要常常一直麻烦跟拜托别人。行政院初时议会通过劳动部带囡仔留停照顾单性化方案，甲带囡仔的留停放宽做会当照日来请假，家庭照顾甲会当照点钟来申请，按算明年1月初1开始实施。对这民众大多数反应袂歹，不用两边很难兼顾啊，就是说如果可以弹性调整的话，一天一天的会比较好，比那个1个月1个月弹性。根据劳动部的规划，带囡仔留停会当用日做单位来申请，天数袂当超过30天，相请加起来会当请60天。申请期间，其中6个月共款会当领8成的薪水。另外有家庭照顾的需求的人，实行1年7天的家庭照顾假含7天的暑假，嘛当用点钟来申请，拢总是112点钟，会当弹性因应家庭需求。雇主袂当靠专勤奖金，为了鼓励雇主包容劳工的需求，政府会予小微型企业经济支持。劳工申请孕留停1天，我们就发给定额1000元的奖励金给雇主。可以预期的部分是要5日前提出，针对临时性的比方说刚才说到肠病毒、小孩流行性感冒，1日前或者是如果是当日临时状况的话，可以当日是委托他人来帮忙申请。面对是点出3大缺陷，建议带囡仔留停，未来当学欧洲国家对1点钟申请单程的方向去行，而且把适用囡仔的年岁对3岁延长到8岁，嘛提醒对申请寻求带囡仔留停的家长，代办同事的加班时数会当突破劳基法法定的上限，恐惊会造成同事反感无欢喜。呼吁雇主应该提供更较侪薪资予职务代理人。劳动部应该要鼓励雇主把这个1000元付给那个加班的或是直带的人，让你的同事得到一些津贴，这样大家觉得职场互助我没有亏那么大。王兆庆认为，讲虽然目前法规是无强制，建议劳动部在新制试行一段时间了后，再来看速落来敢要修法来强制补贴这代。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这房贷问题，行政院会今日宣布，银行法第72条支持不动产放款比例会排除申请案，也就是银行办理申请案贷款的时阵，并搁再受到这银行存的存款总额上至30%的限制。银行局也提醒讲，银行在咧核定申请案贷款的时阵，袂当要求民众爱买其他的金融产品。房屋贷款减放量行政院会宣布9月初开始，若是申请案申请贷款，不受银行法30%的限制。已经问了房仲或者是问银行，现在要贷都比较困难。那当然，现在如果开放了之后比较放宽了，让我们会愿意去贷这个申请案的意愿就会比较提高。今年37岁苏先生因为符合申请案资格，本来想要伫双北近市区的地点买150万的2人房，进前却因为担无申请案核贷贷款，唔敢买。金管会统计，申请案为2023年8月实施，一直到今年7月底，已经核贷将近13万户，金额超过9900亿。分析核贷年龄占比，贷款民众的年纪超过70%以上，拢是39岁以下青壮年，40至49岁民众占22%，50岁以上的是占5%。经过财政部强烈的要求，公股行库必须要落实增审跟贷放后管理，整个新青安的一个放款呢，几乎都已经回归到符合财政部政策目的的这些受信对象。都惊放定银行法了后会去乱用，金管会银行局表示，核贷前拢会请银行确认是毋是家己大使用，每人限贷一届，爱搁交家己大设计师。核贷了后，若是查到转租只会无合规定的，会甲补贴的利息接到转来，调整核贷条件。目前接到转来有5421件，金额超过1亿。房贷方要彻底解决的话，第一是央行针对不动产放款期中度要定出明确的游戏规则，到底银行降到多少
算是及格线。那如果游戏规则没有讲清楚，大家都在揣摩上意，当然在房贷放款上就会相对比较保守一点。监管会表示，查核日子会定伫9月初1，这是因为若是各向前查量能向扩大，可能会影响房地产的市场。根据财政部统计，8月份公股银行受理新青安的贷款，核贷还未拨款，差不多有12000外件，1200外亿。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北屯的中德路，今仔日有一个骑奥多摆民众，伊不满自来水公司呢，伫咧做换管线的工程，伫遐交通管制，伊就去甲这管制区的塑胶笋塌好倒，和施工人员发生口角。这破喙机的司机是真生气，就甲这机器手骨挡伫咧奥多摆头前。那这自来水公司讲会要求因来停工，照契约发厂商，警方讲也要开罚单。怪手将机械手骨挡伫车道，一台机车轰炸着紧急达东啊，后壁车一直饲喇叭。代志发生伫台中市北屯区中德路。初时早起9点外，现场是自来水公司咧换管线的工程，看到技高讲双方坚持大约1分钟，其他用路人是认为施工单位修焊嘛。怪手的那个头给人家阻挡，然后挡他，对，挡了大概1分钟了。看伊什么规定，你就照规定行就好啊！你袂使路拢啊动起来啊！感觉足咸的，伤过咸啦。等到现场，工程用完的时间，怪手司机表示，因为机车骑士无遵守技高指挥，踢到几个塑胶桶，引起激烈的口角，所以想要砸落来理论。台中市第5分局表示，姓吴骑机车的人甲施工单位争执，虽然无发生代志，也过怪手运作已经超过路权申请范围，佮随意砸人甲车，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来开罚。因两挂都甲我。红窗啊，踢掉啊！啊，伊停落来啊，我再甲伊讲来边啊讲啊，啊伊歪啊，啊伊就甲我干胶，底干胶啊。对啊，我想要拦下来是什么意思啊？本分局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3款及第11款，最高共处罚新台币4800元。自来水公司表示，施工人员发生口角甲挡路的情形，引起公安疑虑，已经请厂商随停工，依契约规定处分，佮要求加强教育训练，避免类似的情况佮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年3月，有民众骑脚踏车经过宜兰大溪大运路和运地路路口时阵，搞到这排水沟的挂出来跋倒受伤。伊认为讲是这水沟挂棚伤过大，所以伊想要讨6700万的国赔。不过，县政府是认为讲这排水沟有符合规范，当然无要甲拆。走人骑车经过宜兰大溪乡大运路甲运地路口，经过一个水沟挂时阵，无细致刹车，互颔骨啊骨甲梁骨损伤受害。台北市姓陈查某人指控是因为水沟挂空棚伤过大，才互车前链落落，刹车向县政府请求国赔6700万。我主安车迄棚啊，迄未落，未落啊，迄链啊，未落啊，未落啊。今仔创起有车，较免咧起伏伏啊。部分民众认为，脚踏车车链要落落水沟挂内底难度较大。有脚踏车车店的头家分析，若第一台脚踏车因通过水沟挂，第二台链还过落落，也是无够可能。牛车车链的宽度上细要3公分宽，代志发生的时阵，牛水沟挂空棚宽度拢伫3公分以内。毋过实际看排水沟啊，看起来是一个一个设计，毋过部分结合的所在都有一条棚，虽然也是比3公分的标准较细，毋过民众认为，若车链都是徛伫这个棚顶悬，有可能是会卡掉的。那设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公路的排水设计规范来设计，那也符合相关的规范。那格栅的这个间隙也小于3公分。这个进前打电话互当事人问些看法，无接听。官府表示，代志发生路段的环向排水沟啊，伫2018年完成。为完工以来继续使用到即马，无发生无正常情形，或者是相关的事故，相关设施拢符合规范。民众若是各有问题，应找找其他法律救济管道。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着这农业部的统计，高雄龙洞狗的数量虽然逐年有在减少，不过到代还佫有万外只。最近旗山的北头山发生这规定龙洞犬甲死妹回落的事件，搁再引起民众对龙洞犬问题关心。最近市政府有去加强稽查违法饲动物以外，也针对着重点区域坑南马要来掠狗，即摆搁来提升一种 AI 智慧的监控系统，提升掠狗的效率。水库内底规群的龙洞犬，甲一只玫瑰鹿为条条吓死命咧嘎嘎。这是顶个月伫旗山北头山发生的事件。当地民众讲，因为附近定有人摕物件来饲狗，造成龙洞犬愈拖愈大阵，唔奈甲动物，佫会攻击人。市府接到通报，也随启动专案，除了加强处理违法饲狗以外，嘛用冷鸭甲麻醉剂来掠狗。今年伫咧永安区甲旗山区已经掠600多只龙洞犬。现在动保处也建议要结合科技，提升防治龙洞犬的效率。未来动保处对于海线及山线的游荡犬问题，也将设置 AI 智能远端的监控围篱，同时运用无人机来追踪，强化对问题游荡犬的捕捉量能，以对在地游荡犬的族群减量及管控。根据农业部的统计，高雄的龙洞犬虽然有减少，不过今年也有万外只。传统的猎狗啊、猫仔做法都是摕人啊放物件来吃，人手伫咧边仔等。有里长讲，为着要当猫仔来手术绑起来，有当时掠一只运气好的时免半点钟，运气若歹3-4天拢咧等。透过智慧监控系统来掠狗，一支手机啊就会当控制，伊认为会使来试看卖。动保处有即个想法啦，我是感觉是嘛是袂歹，会当。先洗个先工啦，就是人力，因为现在人力都有短缺啦，啊，有当时要真正要开始干底下，真正你得要驻守底下。如果有这个好的方法，会当试看卖啊。动保处表示，智慧监控系统上今年底进前就会来做，按那现阶段会针对49大重点区域来考劝民众卖乌白饲龙洞犬。若是发现有违法的情形，就会录影提供环保局按照废清罚开单，上悬罚6000块。记者郭家祖、柯超阳、高永昌报道。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这冰岛是连续17年拢是上安全的国家，排在第1名。来讲到咱台湾的排名是40名，退步2名。目前有战争冲突的罗西亚和乌克兰拢是吊车尾，因为这个评选呢是根据着这社会安全、治安、国内外冲突、军事化程度等23项指标去做分析的。有学者是认为讲，台湾若准加强防卫能力，是更较有机会降低区域冲突的几率。共军继续对台军事施压，国防部当地证实6架次攻击，5只共拦1只公布准交代。前几日军事会议上也亲像记录攻击风枪声引动，空军强调拢依规定实施广播驱离，要求严守飞行纪律。外界推测枪声攻击也可能是民航技术。自以为你站得起来再说话了，好不好？一辈子都跪着。对共产党努力。攻击人对台威胁不断，台海局势紧张。最近几年，全球真济所在也发生冲突。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出来，冰岛连续17年是上安全国家，前10名位于亚洲国家，新加坡排第6，日本排名12，台湾退步2名，排伫第40。含伫正会的罗西亚甲乌克兰是吊车尾，路过更加是头一摆最后一名。乌克兰用无人机摧毁俄国火药库，双方的战火高达无平息。和平指数是根据包括社会安全、甲治安、国内外继续冲突、甲军事化程度等3大领域的23项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排名。学者分析，强化防卫能力会更加有机会降低区域冲突几率。有新的一些武器，可是我们的一个战术思维、战略概念是不是可以跟上时代？所以并不是只有单纯的增加国防预算就可以去达到安全或者是和平。因为全球国家之间冲突的数量已经达到2战以来上悬，就是经济国加紧军事化卡步。台湾明年度国防预算9495亿创新高 ，GDP 占比突破3%。总统赖清德更加发声，2030年要达到 GDP 5%。学者认为，全球军事政府搁写入冷战了后的新悬，台湾要赶紧提升实质军备，协助强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中国伫咧昨昏举行阅兵典礼，佮甲这武器展出来互看。美国华府智库表示，讲这解放军的无人艇将有可能会投入这台海作战，封锁台湾。或者是分析讲，台湾防卫重点是卖互这中国运输机、运输船下过海。目前这中国对台湾上界大威胁，有关是传统武器。认为咱的国军大成爱强化的是防空系统，整合爱国者，还有天降飞弹。中共九三阅兵展现军事实力，迄个第一岛链的印太地区国家威胁美国本土，台湾受到影响。美国华府智库表示，共军即摆抛出无人艇可能投入台海作战，实施海上封锁或解套。共军无人艇强加至台湾各港口外布雷，另外占南各座海困河也可能是已锁定的目标。那如果在西部海域，可能它也许会在港口进行这个布雷，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像我们的这些运补的物资的那个进出港，因为我们前线也会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像例如说这个追踪跟这个攻击敌方的这个水面舰，那它这样就有可能在那个估计我们会执行任务的这个航道上面，那个进行伏击。国军强化无对艇战略，透过家己做外国买，得到无人机。用过中共即摆展示高功率微波武器 FK4000，透过定向电磁波、非常电子零件反制无人机作战，对国军是一大挑战。学者观察，中共对台威胁上大，有关是传统武器，咱国首要目标是强化整合防空系统。远程的天弓以及爱国者飞弹之外，也有短程的刺针飞弹，以及研发中陆续部署的陆舰2中程防空飞弹，以及向美国采购NASAMS先进防空飞弹。那这样中程的系统、远程的系统跟短程的系统，只能高中低空的防御。学者强调，台湾防卫重心是无要互中共运输机、运输船跨海。美国前 AIT 武官朴雄点出国军研究，侦察部队过去等高战下令者行动，反应速度不足，恐惊影响战场存活率，建议参考美军拍就走，互官兵有自主判断能力。国军就伫今年汉光演习验证去中心化机关，强化官兵情报收集、独立作战能力。有自主的情报收集手段，这就包括各种无人机。另外就是让他能够有独立从事作战的能力，就是你必须要加强他的防空跟反装甲，这样子他才能够去在特定的区域里面去独当一面。国军要互基层官兵作战的时，化被动为主动，会大量买军用双轨无人机结合标枪飞弹、气降飞弹等单兵操作武器，或者建议尽速调整训练，对国军连接现代化部队有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伫咱的经济海域设置照样平台，总统府批评讲，这中国是破坏规矩，要求因停止运作。有学者是分析讲，中国当咧进行铺设地带作战，建议咱就爱派这公务船去遐设设的，强化海域意识。呼叫中国海警船3102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战前才传出中国海警船想要走入去咱东沙海域，去互海巡监控赶走。即马根据美国国防政策团体詹姆斯顿基金会所发布的报告，中国离咱东沙群岛限制水域敢若48公里的所在，强设置政侦平台、侦探石油甲天然气。总统府批评中国严重冲击国际秩序，要求马上停止相关的非法设置甲开采活动。违反了国际法律的规范，也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即刻停止在我国在内区域各国经济水域从事非法设置与开采的活动。调查立委讲法同款，立委强烈谴责中国船入侵台湾专属经济区域内钻探的行为。哪位认为中国违法探勘是要测试咱的底线，恐惊会互两岸关系愈行愈远。典型的在灰色地带进行政治的动作，这是台湾的底线。中共应该立即停止违法的钻探，否则会让两岸的关系是越走越远。这是赤裸裸侵犯我国主权及海权的做法。我要求政府要透过海巡及外交手段，全力维护台湾利益。学者分析，中国故意选伫东沙限制水域外的经济海域钻探，会当闪开互人经济赶走的红线，佫会当透过无明确的地带手段对台湾增加压力，互咱的主权空间变无明确。建议透过科研钻探、海底研究等公务船，增加伫这个海域活动监控中方。我方的公务船舰的活动，去一方面监控中共的活动状况，二方面是透过这个方式去强化我方的主权伸张，因为它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禁限制水域的时候，强制执法会有它行动上的麻烦点。
或者是讲，虽然咱方会当选伫东山附近的专属经济区域强制执法，毋过也有可能会互中国有借口相关金马地区的证据。建议咱方也当伫附近的区域进行侦探行为，建立海峡意识，强化咱方主权的主张。记者采访报道。今年5月，花莲秀林有一位国中的查甫老师呢，有一个查甫人走去吊回宿舍内面，甲伊杀死。今仔日花莲检方甲一个姓刘的嫌犯提起公诉，专案的依照国民法官发的庭书进行审理。今年5月16日，花莲秀林有一个国中的查某教师，一直调回宿舍，互一个姓刘的查甫人偷走入去，不幸互杀死。互当地是真惊吓。案件经过花莲检方的侦查，认定姓刘的被告涉犯刑法侵入主体、强制性交、故意杀人、杀人含强盗等真侪项的重罪，依法对伊提起公诉。违反被害人的意愿，着手对被害人为强制性交行为，经被害人抵抗挣扎。刘姓被告即对被害人施强暴至无法抗拒的程度。刘姓被告接下来持续以双手紧掐被害人的颈部，导致被害人死亡。检方指出，讲专案会照国民法官发的定书进行审理，目前已经移送花莲地方法院，还未具体求刑。和这个被害的查某教师正式的人士指出，讲姓刘的查某教师是去年到今对外县市内到花莲服务，住伫调回宿舍。姓刘的查某人是定期关怀的对象，虽然讲无法度讲话，但对被害的查某教师是真爱慕，追求未成，结果煞甲杀死。因为你是年轻的女孩子，如果你去关怀这些年轻力壮，这对关怀对象是年轻力壮的男性的话，所以有一些他会胡思乱想，会认为说，哎，你是关怀我，你就是喜欢我，你就是在爱我，会有这样子的误解，你知道哈？它就会导致像这样的情形发生了，不是吗？林国宪表示讲，建议调回应该要落实男女有别，嘛要适度对关怀个案继续追踪。若是无共性别，应该避免有伤济私底下的接触以外，嘛要避免家己一个人单独行动，才当确保这种事件莫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唔通因为爱死刷落尾来死亡。来看这高雄小港的安泰病院医生王明书，伊替民众做减肥手术，造成2个人死亡。卫生局调查发现，讲伊手术过程有问题，费用也共收超过，而且这医疗器材也拢无合法的，决定要废掉伊的执照。目前是200万交保，限制伊出境出海。来到小港安泰病院门口，发现患者明显减少。大门口有打广告讲，外科门诊甲短期业务爱暂停到11月底。这是因为安泰病院医师王明书替病患做减肥手术，小刷造成2名患者死亡。经过卫生局调查认定，王明书动手术不符合国际标准，医师停改回决期，正式废掉伊的医师执照。另外，包括手术超收费用、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等等，除了罚款，也移送检调侦办。而院方也因为同意王明书执行正义手术，业务管理有欠点，和卫生局下令外科门诊短期业务停业3个月，包含安泰医院外科业务停业3个月。医审会也决议废止王明宇医师执业执照，相关案情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所以你也是对病院做有信心的？有啦，这件有。像你谈到讲这种问题，我就感觉讲较无可能呢。可能是人嘿啦，伊可能是哪迄个嘛哩？因为医师甲病院拢有违法使用无合法的医疗器材，检调当归初3针对王明书住的所在、公司甲医疗场所来进行敲催，查考交易资料等相关证据。初时透早，业团被告甲相关证人到案说明，约谈了后，检方裁定王明书200万交保。本署检察官就王姓医师涉犯医疗器材管理法等案件，于昨日执行搜索，并于今日凌晨讯问被告王姓医师后，预支交保200万元及限制出境出海。卫生局调查，拢总有67人互超收费用，一案罚5万，拢总罚病金335万。同时，限院方9月30进前爱将超收的钱还给患者。针对卫生局相关调查结果甲处罚，院方内部表示，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因无方便讲啥。记者看下卢兆阳、高雄仓报道。因为爱水创甲身体无健康，颠倒是倒了的。这台北有一个姓林的小姐，今年6月去医美诊所做这抽肥肉的手术，却来引起急性腰子衰竭的问题。医生评估讲，可能是规世人拢爱洗腰子啊。这林小姐表示讲，代志发生了后，诊所都无要负责，再去有立委函伊开记者会指控诊所。
40多岁林小姐今日6月到台北市一间有名医美诊所抽智能缝甲智能缝电波手术，却发生急性腰椎衰竭，紧急送去大家护病房10日，2摆病危通知，佮并发多种器官衰竭，双脚血泡加双脚的镜头啊，拢欠血害死。医师评估可能需要长期或者是规世人洗腰子，互林小姐身心受创，人生就此变调。我现在必须每周3天规律的洗肾。或许一辈子都需要依赖透析为生。不过代志发生了后，林小姐讲诊所想要撤挂责任，讲开刀性质医师甲诊所是承揽关系，在其性质医师各种问题撒向麻醉医师甲药厂，互家属求偿无门，最后才找立委来定情。他是诊所的主治医师，出了事可能有赔偿责任的时候，就变成是承揽关系咯。好，我们家诊所毫不知情哈，跟诊所无关，是这样吗？昨天9月3号，台北市卫生局的稽查小组已经到了诊所里，好进行一些资料的收集跟必要的查核。损害的范围不明，且责任尚未厘清之前，已申请台北市政府医疗争议的调解。立委陈教授要求卫福部爱彻底整顿医美产业乱象，为诊所责任到药品使用，拢爱严格规范，幸福民众一个安全、应信任的医疗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年，健保署扩大给付癌症新药啊，癌症希望基金会统计，最近5年呢，这健保提供新的癌症药啊，67%是有条件限制，尤其是喙腔癌、胃癌、子宫癌等等的弱势癌症，会当用的药啊已经真少，又搁有条件限制，一寡病人敢若会当自费负担变甲真重。癌症一定是台湾民众死亡原因的头名。就有病人伫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无钱、药啊无健保等等的问题，或者的癌症病人无法度受到完整的治疗。这个经济的负担不只是个人，还包括了整个家庭。那就是很希望可以把标靶药都全部纳入健保。所以当初我因为一发现就3期，所以其实这个费用非常的庞大。因为医生，我其实很想要走这种自费的免疫的疗程，但是好像没有药可以用，所以我目前在台大做的是人体试验。癌症希望基金会呼吁政府含肺癌、鳞癌、大肠癌这寡主流癌症比起来，亲像喙腔癌、卵巢癌等等这个弱势癌症，会当用的药仔少，有健保通好负担的嘛真少。基金会表示，虽然5年来新的癌症药仔有67%是健保负担的，不过有条件限制，所以真侪病人爱家己自费。为着会当降低癌症的死亡数，基金会希望未来健保会当负担的癌症药仔通增加。这些弱势癌症呢，实际上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发生率很低哦。我们所谓的弱势癌症，包含了他们所谓的资源弱势，也就是说，虽然引进药物这么多，但实际上10年下来，适合这些癌症病人的用药并没有很多，都非常的少。然后，甚至这些病人往往因为他的社经地位的关系，或者是他的好发族群的关系，他有所谓的发生弱势。基金会表示，希望大家会当为着弱势癌症发声，莫互因为医药费负担袂起，放弃治疗。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这条新闻先提醒大家，唔通小贪软家人。有诈骗集团伫网络顶头打广告，讲因要伫咧台南的虎头埤风景区办亲子露营，因为这费用真低，却吸引真侪家长。去防无名诈骗主管机关学业者是赶紧出来驳回，讲因根本就无办这款的活动。也那这高雄呢，有一个60多岁查甫人，讲这查甫朋友呢发生车祸啊，需要较贵的特效药啊，就去到银行领100万，准备要回互人，加在警方有甲伊挡落来。官方社群打广告，提醒民众卖互骗去。即阵啊，有人打假广告，讲要伫台南虎头埤风景区办亲子露营，大人498，12岁以下囡仔免费。不过这根本是诈骗。活动非虎头埤风景区主办，请民众务必要查明事实，避免受骗。本局也已通报相关单位进行调查。虎头埤因为风景真水，假日本来就是亲子旅游胜地。假广告列出虎头埤顶3个风景区的营地，真俗的收费袂少家长拢要参加。风景区主管机关甲业者只好赶紧出来赔回。价钱比较便宜，
真的是会先被吸引到，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诈骗太猖獗了，所以还是要多做确认。国内诈骗真济，除了假录影想要骗家长，还佫有假投资甲假交友。你是买啥物用的？你买创啊？美国的特效药。一个60多岁查甫人，测试中昼来高雄任某一间银行，讲要领100万，讲是网络熟识的女朋友出车祸，真需要买4罐特效药，一罐单价都要20万。警方接到银行的通报到场，随意知影讲这是假交友的诈骗。购买药物给女网友，为填写汇款单据时，王男却告知行员要购买健身器材给老婆使用，前后说法不一。经员警进一步了解，发现实为典型假交友诈骗，王男才惊觉遭诈骗。跟他们说，如果要转一些资料什么的话，都要小心一点。孙老远警来到银行签到，为了会当及时阻挡诈骗，警方甲各金融机构保持连线，除了透过远警到场考劝，警政署也持续情报人力甲导入 AI， 精进165反诈骗专线的接听量能，搁定期分析诈骗的步数，协助民众会当掌握趋势，强化防诈认知。记者采访报道。为了要帮助时代认捌诈骗的手法，新澳区基本教基金会伫嘉义新港的过牌社区举办智慧防诈骗的课程。那教时代使用手机啊，佮邀请这警察来分享针对老人的诈骗手段，希望提供时代正确的防止诈骗的观念。敢有咧用手机啊？有赖吗？伊即个吼，就是假做因囝，甲讲，妈妈，我需要钱啊！我要买物件，我差10万，啊，你赔我。警方向社区的长辈分享实际发生过的诈骗事件，为着要来提醒民众对诈骗手段的认捌，嘉义县新港的外牌社区邀请新澳文教基金会来举办智慧防诈的课程，唔通甲长辈使用手机的方法，佮点破手机诈骗当中常常会用的手法。宣导真好，因为无进诈骗哦。太恶质啊！我一个感觉就是使用车手判了事情，应该搁修法。利用这个活动来深入基层，会甲大家来指导手机啊，真简单要安怎来使用防范一寡诈骗的一寡常识啊根据经济署的统计，2024年国内受到诈骗的被害者计共有13万人左右，其中65岁以上的长辈就有9000多人。嘉义县警察局表示，今年1月到8月，65岁以上的诈骗案件就掠到96件，其中以诱惑实施人、假警察甲假投资上侪。针对银发族招诈手段，本局将强化宣导作为，透过社区活动、里邻会议、乐龄学习中心、老人会等场合办理识诈课程。嘉义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占23.28%，是台湾老人人口比率上悬的县市。警方就表示，长辈因为反应甲判断能力的退化，对诈骗的手法较无了解，所以厝内亲人除了爱注意，长辈嘛要有正确的观念，才会当减少防诈骗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1930年代，也就是日本时代，台湾出现咱国内头一位的女观音林时好，伊也是台剧经典老歌一个红灯的原唱之一。来自台南的嘉西镇舞蹈剧团呢，剧场呢就用这林时好和伊的翁婿路边顶的故事来创作舞台剧，希望带观众了解这林时好是安怎为台湾的流行音乐打拼，为社会来改革。这条离别诗是日本时代反殖民革命青年路边顶写给看守林时好的歌。最后，路边顶因为遇到汉生病，夫妻全的分开。既然你使讲出来，病又搁转来啊？为什么代志会变做安尼？嘉西镇舞蹈剧场以林时好的故事改编做舞台剧，伊也是台湾第一位女高音。剧团希望带民众了解林时好是安怎为台湾流行音乐打拼，为社会改革付出。技术总监分享讲，家己嘛是为着这出戏收集文献，才发现家己对民族舞的兴趣和启蒙，嘛甲林时好的歌舞团有正深的缘分。艺下歌舞团是我从细汉，从细汉我就
每一本来台南演出，我就去看，然后这回演着因的，我足欢喜的。有诚侪迄个伊咧唱歌的时阵，演唱会的迄个相片，伊个主台拢足霸气的，然后个延伸转化成舞蹈化。舞台剧嘛邀请到剧团受众者黄树豪来参与演出，为着要让观众会当听到临时好日本时代馆的剧团，嘛搬出剧台现场放给观众听。黄树豪表示，临时好的声乐唱法，伫迄个年代来讲真罕见，嘛是真有艺术性的表现。伊希望台湾的音乐毋是迄种 local 呢，是爱走向世界，所以爱用世界有艺术的迄种歌音的唱法，来带伊小介予全世界。这出舞台剧《天光前临时好的离别时》，随时随五伫台北演出，加赛电用歌声和舞蹈再现临时好这位传奇女高音，希望把历史变作有血有肉的艺术演出，呈现给观众。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来到这月时啊，真侪人拢会想到这恐怖的鬼故事。有剧团趁这个时阵推出台语作品《拿刀子》，你叫什么名？想要带观众来了解这拿刀子的故事，不只是恐怖的传说，事实上是父权社会对女性不公平对待。讲古的人用念歌的方式表达出拿刀子的心声，这出戏叫做《拿刀子》，你叫什么名？剧团希望透过和观众的互动，来探讨拿刀子是什么款的女性，对伊来讲，爱情是什么？因为真侪人对拿刀子的印象是，伊是一个真恐怖的查某鬼，却无去受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无公平。这粒是真实，一对。就是这人吗？互大家知影讲，以前的女性伫迄个时代受到的一些代志是无公平的，所以伫这个剧场内底想要甲伊反对这件代志，甲伊翻案就对了。这是编舞家何晓梅成立的舞团，伫中原即天推出来美亚现代关录音，浸水式的剧团体检，即届也和民谣大师陈明忠合作，创作6条的台语念歌，透过美亚导演和舞者的互动，互观众探讨爱是啥物。过去的代志，极风水啊，风啊去，就是要甲观众讲。不管你思考到对答，落尾人要转去，拢是双手空空，江山咱由别人。所以有迄代志，其实就是过去，互伊随风去。舞团表示，因未来会伫中原坐迄天开始连续90场的演出，希望透过表演，互大家了解，其实拿刀子伊并无遐恐怖，恐怖的是父权社会女性无路通行的命运。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葡萄牙有上百年历史的婴幼升降机流浪，伫咧当地时间初3发生事故，造成16个人死亡，上无20人受伤。经小初步调查，是流浪的一条降速电器，才害这过车厢起起弄着建筑物。欧洲各国的领袖也拢伫咧城军平台顶头表示哀悼。葡萄牙政府也宣布，初4开始全国降半旗3天，要来悼念这个事故罹难者。红色缆车弄甲变形，冰伫路边。葡萄牙有100年历史的婴幼升降机缆车，伫当地初3发生事故，造成包括外国籍游客等真侪人死伤。One of Lisbon's picturesque yellow and white streetcars derailed on Wednesday in an accident that stunned the city. 媒体讲，当时出代志的缆车经过自由大道附近，车厢煞因为不明原因变气，出现真大的火焰，车厢内乘客惊到为车厢内爬出来。现场看到的人讲，当时缆车以正紧的速度落架，一直冲落来，到尾伫转弯的所在弄着建筑物。到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讲，好亲像是缆车一条瓦索落去，才会致使缆车失去控制。Fomos alertados às 18h08 para um descarrilamento aqui do elevador de Santa Justa. Em 3 minutos chegamos ao local, rapidamente chegamos aqui ao local. As causas do acidente terão que ser testadas e analisadas pelas entidades competentes. 婴幼升降机缆车伫185年启用，是迄间公共交通公司 Carhis 营运的3条8架缆车之一。
连接葡萄牙里斯本共和广场附近的市中心，甲夜生活丰富的上城区。因为3分钟的车程有袂少8架，民众会当坐缆车自由来去。本来缆车是以水力带动，毋过启用30年后改做电动。上路行的缆车是用共一条瓦斯连接，当一台车厢落行的时阵，就会当用动量带动另外一个车厢上行，同步升降。每一台车厢拢会当载运40人。当地旅游官员表示，因摇升降机缆车历史真久，伫1997年列作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正做里斯本当地有名的观光地标。当年差不多有300万乘客伫坐。即摆发生事故非常严重，欧洲各国领袖，包括欧盟执委会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法国总统马克宏、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等人，拢伫社群平台顶大文哀悼。葡萄牙政府宣布，当地初时开始全国降半旗，为事故罹难者哀悼3天，并暂停所有的娱乐活动。里斯本市议会嘛宣布暂停市内其他有轨道电车营运，随进行检查。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译。以色列军方继续攻击加沙，这加沙有上百万人唔无饭通食，而且也无厝通住。另外，哈马斯掠以色列的人质到达已经要700公路，加速情绪正激动，上街头示威，和警方起冲突。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耶路撒冷的官舍外口，有规定的示威者强要设计控制，甲警方发生冲突。2023年10月初7，互人掠去的以色列人质，即马还有47个人伫咧哈马斯的手内，不过估计其中25个人已经死亡。因互人掠去已经要到700天，亲属甲支持者情绪是按捺袂了，连续几多天伫耶路撒冷示威，希望大家听到。And we've been waiting way too long. It's been almost 700 days that they've been suffering there. 示威民众爬起伫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厝顶，有人行顶头用红菜写绝境的字板，口说政府无顾人质。对连续几多天的抗议，纳坦雅胡出面谴责，伊批评这款示威者敢若是一群法西斯民兵。בדמוקרטיה הפגנה זה דבר לגיטימי. אבל מה שקורה בהפגנות הממומנות, המאורגנות, הפוליטיות נגד הממשלה, שהן פרצו כל גבול. 同一时间，伫加沙市以前正美丽海沙坡，即马规片拢是临时搭建的布棚。以色列军方阁一直发炮火警告，叫因向南平线。加沙市民唔知如何是好，无路通退。معناش فلوس نروح حتى على الجنوب يعني. ابني راح يجيب زي ما بيجيبوا طحين عزكير اجاني حاملين لي اياه كيس طحين. انا دشرته في الصفطاء وفي المقبره واجيت انا هجرت من غيره. انتوا جوا السياره 这是2024年1月，因为炮火无停掉，伫咧车内加塞查某囡仔辛德拉贾普，伊较互红星月会化救人的电话录音。拉贾普是真侪加沙囡仔的缩写，伊的故事和突尼西亚导演合作加沙纪录剧情片，三个伫咧威尼斯影展首映时阵，这部展现人性残酷的电影，互全场的观众徛起来拍普话23分钟，若是创威尼斯影展的纪录，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公司新闻王路梅编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佫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